疫情清关，屏东县政府24点钟的防疫专线民众一直卡拢卡袂入去，机关伫咧机会顶头测试卡2摆，有关是无人接。即期讲即波都处理民众问题。卫生局表示，讲目前专线是有12线，逐工有1000多人敲电话来，即卡手无够，未来也会增加卡手，尽量来解决问题。 很难接通啦，都转来转去的。说忙线中，请稍后。有时候我还再打一次，他还直接就断讯了，就这样很难打。确诊者林先生想要卡防疫专线，煞甲真侪民众共款，安怎卡都是无人接。这支电话我已经打1个礼拜，没有人接过了。 屏东县政府开的防疫专线有偌歹卡，有议员伫议会当场卡2摆，等要1分钟，嘛是共款无人接。即期卫生局防疫专线卡手无够。我这上个礼拜一路这样打来，是说实在，老实话，是还真的都没有通过。在这个人力配置上，因为人力相当的不足，确诊人数越来越多，然后就是应该要。 就是更加注重防疫为什么就是反而专线打不通？实际来到接防疫专线的现场，卫生局人员一边接电话，手嘛无用拍电脑查资料，阁有电话一直卡入来，因中昼拢无休困。一天的进线量，除了这边之外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医疗的关怀中心的专线我们单局内，我们一天的电话大概就有1000多通，所以其实几乎无时无刻都是高峰期。屏东确诊人数突破2000人。 防疫专线对原底一线扩充到12线，逐工干那6个人接电话，地属专线大塞车。卫生局表示，会阁增加卡手，尽量解决民众的需求。记者邓家文、赖维做屏东报道。